在花莲功夫的花莲糖厂，1922年成立。佢当时佢到台湾西部、南部的行业攀山过岭，去到后山做加工，种甘蔗、讲甘蔗，也算交通。功夫乡太富村也变做台湾唯一的加工移民村，行业强系一般，同隔壁嘅太丰村合作太和村，这些总头都有6、7千3年安多哦。唔过糖厂冇做糖嘅，认为做枪嘅，工艺冇安好嘅。沙期居民唔甘愿总头都安尼没咯，都用蔗糖来做沙期特色，盼手工炒黄糖嘅发通，希望用伊能能有嘅糖香味，向游客来留了，好本沙期这个发展起来。老加工睇新时代，也是得带暖自家嘅故事向前行。大和地区呢，非常的繁华慢慢后来因为这个糖厂呢关门了以后呢，所以就慢慢的没落。对，以前火车呢还没有盖这种火车站，成本不够，售票的成本不够给那个售票员的工资，所以就变成了招账。佢嘅雖然帶領人客同意定收嘅太富茶站嘅路頭牌，一下日嘅無人買票檢票嘅西富茶站，做聽日本數嘅超實站，已經為200年呢。交通入公建行過後嘅時節，從而定人改道，茶站前嘅面德路全長係冇200公尺，沙外馬嘅有馬嘅人道人樣真係鬧熱。以前入去千多人，嘅時節是差唔多6、7千人咯，嗬，一差點咩搶樣。该村里面也没青多啦，就是街上的那种街上啊店啊嘅吼，个俩咩油个俩边那店吼，咱带咩左边块嘛个边那店有6、7间的，有按多间咯吼，咩有俩诊所，一间的诊所，咩有戏院，吼，咩有俩中药房咩有，嘿，哦，青多啦，咩有嘛个钟表行啊、照相馆啊，拢有啦。花蓮功夫太富村已經喺台九線258公里所在嘅4總頭，喺日本數嘅太富村同隔壁嘅太豐村兩村合作太和村，一隻嘅是因為花蓮糖廠交通總係改道嘅作者，加工出體一隻嘅係下來現成種嘅，一隻嘅咩係全台灣唯一嘅加工移民村。日本時代家下吼，因為吼，我哋家吼，移民過來兩哋了開發吼，來了那家下吼，就種咩係種甘蔗，家下因為糖廠區吼係種甘蔗，那個因為了世界了沙區吼，綠油油的一片那個綠葉香波啊，佢全部都係嗰種因為因為個甘蔗。哦，家下咋？我哋吼，我講我後都係甘蔗吼，咱個血態，咱個教育出來嘅呢，我哋了沙區嘅人哦，家就按照飛沙講去。種甘蔗，毒甘蔗、熟甘蔗，了得來因為家吼當好。來農村咩啲糖廠做些了人嗬，農村咩靠個糖廠食飯，農兩公婆攞攣就帶去種甘蔗，係了我，佢種幾多了我，種好過去排，種幾多了種好過去排，排好種好過去排，下晚天光都去咧。啲白條嗰啲白渣客，你下唔是白渣客，你下冇嚟啦，都睇起嗬，都冇白渣客嘅，就按你徛到就擺啊，都會篤啊就好咧。我從小就在那邊種甘蔗，然後長大退伍回來，還包糖廠的工作，就是搬運調製，搬運就是載到糖廠去，1噸多少錢？調製就請工人挖，然後還要修。現在這種品種，你看。那個葉子就不會那個，以前還要修甘蔗哦，還要綁一把一把，然後的話再用夾蔗機夾，就是後面的話，因為到4月來天氣熱了嘛，人工受不了，所以就頭腦改用抓蔗機用那個怪手去改，然
然后装车这样就比较轻松。民國92年喺國際銅價一直唔好，韓國加入 WTO 嘅雙重影響下，台銅嘅天屯花蓮銅廠交銅較為80年嘅業務結束，太府因為減價發展起來，咩因為減價來沒落，一下面的路況長春道火車站挑戰幾間嘅雜貨店，買日常用品雜貨，也係順便嚟買自家種嘅青菜鹹湯一道，看唔到頭擺嘅好講見。銅廠裡啊，家民國92年甲下關停咧，無做吼，無做掠銅誒，啊掠着廢砂工無適合做咧啊，無適合做，你說向外發展誒啊，因為你都種誒杜裡面無嘛個適合做，所以說要搬走誒，所以長尾來春島攏伊着老人家，做唔起誒啦。銅廠誒人算講，人算無出人出貨，人就無勢做咧，這樣。啊！掠到人都真濟啊！講青島關門咧啊，青島關門冇看，有銅廠有適合做，閒人就會來啊！我啲帶客，你講你冇適合做，你我帶客，我生發啦，錯冇？啊，不是。那我们现在压榨的时候，最好是那个笔往下，它比较滑顺。唔甘願沙溪村嚟變條線，咩唔肯沙溪村嚟變冷笑。村民聯同起來，重新打造沙溪本地交通嘅相關意向，請來老師傅，期盼炒股同田樣不同，希望也鐵有嘅用條意思，不團言客帶落來沙溪。我哋生產你要甘蔗，我哋要把產業找回來了，因為有辦了，我哋要恢復以前的繁華。因為你要沒落了，我什麼東西沒落，我就從哪裡起點，我就改變習性，那去侵佔來，希望講吼，來侵佔來之後吼，台東安尼發動吼，安尼沙氣吼，都不會活絡起來。對搞減價開始，就係人客自家來搞，忙是有嗰位經驗，人客搞位改聽。感覺蠻神奇的，對，然後怎麼講？以前應該沒有過這種體驗吧？沒有。蠻特別，這是一個適合全家一起來玩的一個活動。它那個二砂、特砂、二砂那個是再提煉過。好嘅甘蔗汁用到泰國嘅紅煮，睇到幾層，改內味同肉味，吃到食材很火。忙食見怪嘅人客，健康炒銅師傅問問題。現在大火沒關係，如果是有那一塊成型的時候，那時候就小火，要小火，不然會炒會大，不然會燒焦啦。我們要翻動嘛。呢種嘅甘蔗做出來嘅不同品種用嘅炒銅師傅詳細講明啲。品種有很多種，現在這個是83號啊，還有9號最好，9號那個糖分最高，還有14號，還有17號、19號，那個它做出來的那個顏色啊，紅糖的顏色都不一樣。如果是紅甘蔗哈，它是有榨出來100斤的100台斤榨出來的時候是70斤的甘蔗汁。那這個白的它榨出來是60台斤，因為白的它水分比較少啊，那紅的它水分比較多，所以它做出來的那個白的做出來的糖比較多。還要刀子。這個還是要有要領的哦，你就是從那個頭的地方有沒有，要平平這樣砍下去。銅廠無交通嘅，做雜嘅未買無耐氣，幾面就無愛種嘅，就像前村上見水田愛種芒種，
6、7年前开始去屯营烧炸药，种了也几片的炸叶。我这个也是辛苦了好几年呢，因为怎样，当初的时候没有正苗啊，就是去邻居看到有一棵就给他多少钱，给他买下来这样。以前辛辛苦苦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这样做，但现在你看糖厂关了，没落了，你现在种树啊，要园地也没有那个地好种了。其实以前的话，你看1000多公顷可以养多少人？种甘蔗啊。12月到反正年4月係甘蔗好後嘅時節，同分一等到。見水田屯地面種好後嘅甘蔗，提供沙期來做草同體驗。這個很重誒。從細睇炸鹽，太野見水田對甘蔗有特別嘅感情。認真結合嘅甘蔗係受保護嘅作物，一般人識唔得，投資係愛發錢呢。講起投資甘蔗嘅經驗，大夫嘅肢體都有佢透露嘅好講。因為小的時候，家裡困苦啊，也沒有錢買什麼阿妹大妹，就是吃甘蔗啊，每一個人都吃啊，不只是我一個啦，大大小小都有吃啦，但是就躲在裡面吃啊。那以前糖廠還有報警隊啊，會出來抓，說起來還蠻可憐的啦。我們自己種甘蔗自己吃也不行呢，還要花，那時候的錢好像花了20幾塊，我還知道。那時候做工1天才10幾塊錢而已。像了個甘蔗了個轉茶，轉茶你媽咪出去병唔啲啊仔，唔啲下輩那啲婦人那位再上來再嚟同場嗰位，就我哋就按不得我哋投放甘蔗，看到個甘蔗茶在臉上，咁就慢慢地聽啦。慢慢天，人哋寫我就10個月同14人當佢做啊，對甘蔗就綁跳好了，就等下就跳假期，等下就慢慢就拿去然後做了10點是嘛樣。我的手會痛，他就是對它要冷卻以後冷卻以後它就會有粉末狀啊。它現在還溫度很高嘛。溫度很高，它當然是融合在一起嘛。時台無共用嘅也同樣咩咁嘅米絲鹽菜唔識，甘蔗汁爆出糖漿，師傅見了見變，冷氣就結咗貴氣嘅烏湯，然後得唔得到愛上也噴強嘅幸福米絲。我感覺甜分很高，你們有杯子的人自己拿杯子過來。怎麼講？就是說跟吃一般糖有點不太一樣。就是喉嚨比較不會有那種酸那種感覺。以前都只是吃糖，但是從來沒看過過程。那今天看到過程，就知道糖是怎麼製作的。對。除了本人客體驗炒糖，沙琪媽媽還會用心嘅做嘅甘蔗蜂蜜串，鹹菜脯鴨湯，將嚟做炸味起甘味。而遊客食到也傳統嘅好米絲。這個鹹菜甘蔗鴨湯，甘蔗放下去，它有吃到那個甘蔗的味道。就是我們這邊種甘蔗都是利用來做一些美食啦，什麼啦。像我們煮甜的也是用甘蔗汁啊，還是甘蔗下去這樣煮這樣。雖然菜式簡單，唔過沙琪媽媽嘅用心，然後路甘薯到位，見夾菜腰湯，見講好食。較甜。較清甜啦，冇強樣啦，有較好吃啦，米絲有較好啦，就很甜，有那個甘蔗的甜味，然後有酸菜沒有那種味道，而且它是用在地的食材，就很香，就很好吃，跟外面外食的那種比較鹹什麼油那些不一樣。未來我們的願景，你也都把你找回來過去。找回以前的風華再現，讓煙蛋呢全部扣的深深進來，撒起的煙3萬差別落來去盤起來盤成功。末狀可以，可是一般都要結晶狀1塊1塊。後面的排隊趕快來哦。很燙哦，不要馬上出手哦。好，你們過來。一隻蜻蜓下，花蓮同蟲嘅煙霞和菜菜燉皮嘅，
是毋过无再过出现。太富村人俗业千年久，也下居民希望养归起旧的童谣文化，为xã區再個批到牛牛的銅像，屯扎公村的鄉土熱情味。